我现在画面上这个字吗？我看阿杜尔对啊，哦，阿杜尔就是地震了。像那个昨天那个7级6级多的地震，阿杜尔，对，对，好，那观众老师，杜尔谢谢免费老师，哎，观众老师，那么呢？那么就阿杜赖，我们叫阿杜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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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后面加 RAY 是吧？赖，阿吧，阿杜赖，阿杜赖，RAY，试看看，哎，大概呢，听到怪不得一直找不到。对，哎，对对对，阿杜赖，对，地人震，生有路嫩，路嫩，还有什么？蒙眼你摇来摇去，哎呀，哎呀，还有什么？刚乱嘛，心爱孙呢，哎。哎，我刚才这个，哎呀，确诊哦，确诊了。哎，我刚才这个lunun atulai, aturai, oh, Palina tu anu irai ko itirai sarika namo patingwa anto ami tengir sama na ko kaci orit naira sama na ko ka berikut no lunun sana ami patingwa ko namo tinya ini 时尚一代号，当然在今年花莲台东也有了。你来过什么那种论sariga kan namo hawi patinguan mi hapinang mi tengir. Nah hani yana 高寮才能给好，我先介绍一下高寮那个大桥，高寮大桥就是高寮，高寮给他们年所以这条桥呢也盖了不少年了哈，所以呢，它的这个正央是在池上上面，那多少影响到这个高寮这个地区哈，所以我也打电话第一时间我也打电话给我们的在乡村的我们的家人们，也问候还好都没有受到任何的灾情的伤害哈，这个很感谢上帝，还能咕噜那么还能够这次的这个地震呢非常的严重，也侵害到我们的族人们的这个地势的迁徙，有一点地震的地动哈，所以有很多的地方受到灾情动荡哈，这个begini kita itini turun to ami parmer to itirai asari kan mita ano ko patur 谢谢。Mahra ko bifong hawi masyarakat aku kulunan aturai hawi pina on kulumita to kaci orep numita ju tu atau ko rikakawa numita anan ko lipot to kalumaan anak ko patur arai 哎那个我讲一下哦，哎我今天刚回来了哦，哦刚回台东啊，一路上注意哦，没有什么，只是报章哦，报道的很离谱啦，哦哎，没有怎样啦，
是，除了那个高楼大厦，那个义里呀，那个什么什么，因为他楼上啊，我听说楼上堆了很多东西呀，下面用那个什么铁架啊，哎呀，然后下面的就撑不住了，就这样而已了。还觉得，所以我觉得就是昨天晚上讲的那个电视报道的，哇，多严重！害我今天冲回来了。我想说我的家也是糟糕的，结果别来无恙啊。哇，感谢上帝保守。没事没事，只有那个路上哦，有那个会裂掉一点点，会裂，大马嘎上面会有裂掉。那个报纸那个报章杂志就哇很严重什么的，是那个义里吊桥那边还是可以过啊。它有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没有啦，只是一堆人在那边呢，一直照相啦。还是我们小心保守自己哦。小林来到那个，你平平安安回到桃园了，真的是不容易。电光啦，我在电光啊。你现在在电光啊？对啊。哎呀呀，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没，我回来的时候，我回来的时候没有地震了呢。我一直等，想说再给它震一下，摇一下这样。结果没有了哇！小白老师，你们电光的那个原来的名称叫吉阿沙爱哦。阿沙岸，只有阿沙岸，阿沙岸，电光叫阿沙岸，阿沙岸啊，阿沙岸。阿沙岸不对哦，阿沙岸，就很多敌人的地方了。na paharap ko sakitin niya masa ini to pagkaray o ulunan o aturay ananay maka naon to kuminumita ay patur kita to na sila ay lipayan na haw yana pagkanya no 饮食的动作，饮食的动作，我们在线上的几位老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用5个人，我看有总共34个哈，34个，我们顺便呢也等候其他的老师们进入这个线上哈，那我们这样子好了哈。我们就从让光中老师开始哈，用五个来念。好，我先念啊。OK， 都饮食的这个，饮食的动作。OK， 干no lemak， 好，来吃kumaan， 然后。mihlop 吸 ，hlop 喝也是一个说法哈。那第3 mikuhau mikafi sakasepat mimeruk tun mimeruk 第5个 mitungeh mitungeh 就是咬一块咬一口的意思哈。好，这位。我们请光中老师第6，我们顺便复习一下。这什么？从第6，那个字很小呢，看不到呢。我的电脑，我用笔电哦。你笔做不是吗？
米更更，哎，有听到声音吗？有，哎，哦，米煮米煮煮嗯，煮煮煮，还哎，是煮煮？哎，嗯，好，再来米煮米煮煮米煮煮，哎，起来米还有一个是什么？米乌瓦，嗯，米乌瓦，米伊尼，伊尼，米熬熬，好，那个观众老师，你念到哎，10就好了哈。然后我们下一位，我们请美惠老师，嗨，我先，从11，诶，米熬熬好，生， 12，米来，乌斯乌斯米木斯问，13，生吃蔬菜，米皮粒米哈勒米合力，米哈勒米合力，米粒，米哈粒嗯，米哈勒，嗯，好，然后来，米安诺特，note，好，米安诺特，好，来吞咽的意思哈。来15，米米格拉，嘎拉，哦，米格了，好，谢谢美惠老师，嗨，还有龚中老师。好，下一那位，我们请米那，信燕，信燕老师从第16，好，哎，大家好，来，那第16，米真，米吉纳斯，好，好，米吉纳斯，撕开的意思哈。好，米基纳斯，米纳斯纳斯，米吉纳斯，米纳兹纳斯，第乌鲁，米好，欧用舌头舔的米迪纳斯，对，好，来在第18个，第18个，米苏恩，你说你含在口里的要说哈。好，下一个19，米纳斯纳斯，用舌头舔的意思啊。我们特别是在儿童的时候，就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 nuts 哦。好，第20个，米乌鲁，米哦，米欧欧，好，谢谢信燕老师。哎，小孩子将那个米纸啊含在嘴里面了哈。好，我们请下一位。下一位哪一位啊？从21，我看了有哪一位？我这边看不到荧幕哦，到底是还有哪一位老师可以自动哈？第26个，来请苏贤老师，嗨，好21嘛，嗨21，穆拉莫含在嘴里融化，米多涅涅茨，用牙齿撕咬，好，米格顿咬断，好，米多涅咬一口咬一块，米弗塞小孩用舌头将食物吐出。不在，好，谢谢苏贤老师。我这里看不到另外的那个，看是谁能够自己来报上名哦，或者是那个Carry U 来，Carry U 有没有？哦，他没有来。哦，他没有。有那个袁秋慧老师。哦，袁秋慧，请讲。啊，他可能没在线上还是什么的。好，哎呦，这是。还有下一位哪里有？哪一个？没有了。没有了吗？还没有老师。
好，换我哈，换我。好，那个咪这西允咪苏巴吐沫唾液。咪和索西抽。咪和索啜饮。啜饮是什么意思啊？吸食。再来咪啊呵大口咬。对，好，谢谢凯明老师。哎，下一个，31到34哈，我们我来念好了哈，来，明啊 fit 这里叫咬住不放的意思哦，明啊 fit，好，接着下一个是明啊吃地瓜的时候是明啊哈，生吃地瓜了，还有马苏奥口渴。还有停而来流口水，以上34个词汇。你那个麻烦爱那么大，sabi tatara an mita to rumah asyinsi au， 可能他们在这个时候有那都过执法au no tayar no nara au sabi tara an mita imatini， hana koko pator， 那hani makana aku irahat aku一定还有一定还有包含在这个我们这个吃食物的这个饮食的动作方面相信还有这只是说我们一时想不起来。喊那个白你好，观众老师有吗？小白老师。那你看老师，我刚刚查那个吉纳斯它有一个同义字叫做 zerit， 这个也是吗？这个也是用嘴巴的动作吗 ？zerit 是撕开那个纸，不是用嘴巴嘛，是用手，对不对？是用手的。OK， zerit是在用那个纸。你这里写布，包括布，对。zerit是纸类的部分跟布，它是撕开纸类的意思。所以那个吉纳斯它是用嘴巴啊，zerit它是用手嘛，不一样的。没有错，是。如果说读音译现在是讲用嘴巴吗？读音译也是嘴巴的动作吗？读音译有吗？有。读音译什么地方？有。哦，咪读音译有了哦。OK。那个是用嘴巴这样撕开的，读音译。现在都是用嘴巴的动作嘛，好。对。饮食方面的这个动作，对，还有，有没有那个叫普京啊？真的，普京啊。马里克老师，你再念一遍。普京啊 ，FOCI NG， 普京啊，然后 NGAT。福金啊，是吗 ？D 不是 T。ABCD 的 D。福金啊。这个字吗？对。不对。福金啊，夫。福金啊，对 FO 好像没有这个字，什么意思？福金啊的意思有一点嘟嘴的意思。嘟嘴
哦，那跟那个吃东西饮食应该没有直接的关系。没有直接的，没有哈。好，那应该没有。没有哈。你单紧压呢？紧压是什么？单紧压。我还好。哦，紧压是中修，紧压。后面加一个 D。好像没有。没有哈，好，没关系。如果没有的话，有其他的老师们可以提出来。不经压，more，不经压喊的意思说有一点翻起来了，就随便乱翻了。不经压喊的就把那些东西哦，那些菜哦，随便给它搅的意思了。搅拌哈。也不是搅拌哦，是要就挑食嘛。他就从那个把那个一直给他翻，要他自己要吃的啦。不经啊，我经啊喊你那个灯这样随便乱翻的啦，他就是要找他要吃的啊。所以把那些东西就乱翻就对了。挑动了哈。哦，所以也可以翻成嘟嘴的意思。对。不行哦。比较。刚刚美惠老师好像有提出词汇哦。美惠老师，好，请。有我在新西兰那边有写 more， 来懂？你 more。more 哈，我刚刚看是不是就 more 哦。有啊。more 的。有。后面是 L 哈，more 的有。more 细嚼慢咽哦。就用舌头嚼那个糖果啊，就在嘴巴里边。more 喊过来帮，还 more 喊，对。这个字啊，好，再加一个新词汇 more 有。美惠老师，他这个翻成细嚼慢咽是不是可以？可以啊，就是 more 细嚼慢咽。也对了，有地方是 more 喊就是细嚼慢咽，还有的就是喊那个以前干嘛等硬的，用咬的话可能会那个那我们就要给它慢慢的融化嘛，含在嘴巴就more 喊就是用嘴巴含着，它就会自然融化的意思。有的地方可能可以细嚼慢咽。对，没有错。好，谢谢美惠老师，我们又多了一个，多了一个词汇哈，35。然后还有一个 he nut， 不是共菇吗 ？he nut 吗 ？he nut 不是啊，用舌头哦，就把那个冰棒啊这样伸出去，把舌头伸出去，把那个冰棒的那个水啊，给它用舌头接啊。是 he nut。he nut 不是 he nut 哦 he nut。第17那边呢，有这个词汇，第17 he nut。哦 ，he nuts 哦。不是 he nut。he nut。he nut 落空啦，就是空手而归那个嘛 he nut 落空无所获啊。没有，我们这边的说法，那个 he nut 也有那种的。问题是小孩子，我们吃冰的时候，会互相舔一下嘛，然后用那个舌头去把一下这样，那个冰棒啊，he nut 这样。小白老师，我问一下，那个 he nuts 比较接近 the nuts 还是 nuts？nuts 有一点。比较接近这个哦。对。
那是比较有连续动作啊。哦，他就一直在那边舔这样。你用黑那的话，就是每个人只能一口啊，舔一下这样，用舌头舔一下这样。总而言之，就是用舌头去舔那个。对。那个米迪纳齿差在哪边？底那次是就像吃那个生鱼片有没有？把它沾一下啊，沾在那个什么wasabi，哎，wasabi上那沾一下就底那子啊，我们的说法，哎，不是的纳齿哦，那个也是地方语言哦，的那子也是哦。哦，的纳齿跟底纳齿一样的意思。对，的那子跟那个底那子一样，哎。我的了解了，因为我们这边的说法是底那子啊，不叫等那子啊。那个比较北边的说法是等那子，对呀，等那子，对呀，等那子，等那子，沾呐，去沾那个 wasabi， 等那子。等那生菇wasabi，我们要叫底那子，底那针这样啊。海明老师，你后面加一个 s 看看，这个 c 不要。的那，的那，直接 s。那子。的那。哦，的那，对。的那是才是沾东西啦，对啦。对，的那才是沾的哈。对。那个歌不是黑呀，的那那个应该是这个字啊。那就是这个那。跟我们吃食物的动作没有。底那，它是用我们的双手或者是用那个筷子，沾酱啊。或是说哈，像我这边我讲到了，就那个底，那就是说你那个锅子哦，有煮汤对不对？咸不咸？那个老人家底那真很辣，就试试看，尝一下味道的意思啦。哎啦，底那真很辣，不叫等辣，底那真，它的味道是不是够咸啊，还是什么啊？你尝试一下看看它的味道，这样。底那真很辣，这样。尝一下它的味道，底那子。OK 吗？还有吗？我多好。还有什么？对吃这个饮食的动作还是蛮多的哈。在解释上呢是非常的有奥秘啊。试吃的话就打他们不是吗？感恩汉娜这样。打他们是尝试。感恩汉娜这样。感恩啊，古马恩了。打他们就是有尝试。打他们好，打他们好。我们汉娜这样，试试看。还，不过那顿呢，跟汉娜lemak hawi，总共有35个，今天加了一个murmur 哈 ，murmur， 加一个 murmur 哈，也是属于细嚼慢咽的意思了啊。还，我觉得哈，那个murmur哈是用舌头在嘴巴里边把那个东西搅动murmur 是搅动没错了，让它那个东西慢慢融化，不是细嚼慢咽的。在
anu tini keteruan no niarohao no tini sawari 从东边一直到北边这一带哈，那么mulmul 是细嚼慢咽，可能念可能都可能那么观众老师，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我总觉得直接上是用舌头把那个圆的东西哦，就在嘴巴里边滚来滚去，让它融化，这样。来滚，或是说那个东西太烫，对不对？那个菜太烫了，我喊的呢，我讲的呢啦，对，太烫啊。用舌头去搅动，然后吞进去了啊。所以我对那个国语的细嚼慢咽好像不对哦。那个细嚼慢咽的话，应该是有牙齿在咬动了。不是吗？那这样应该是体力用词方面，我们应该会用什么样的词句会比较好？你摸了，好啦，暂时啦，细嚼慢咽啦。给他这个字在朱利布斯也算吗？朱利布斯，喷哈，喷，喷，你不好说，搞这朱利布斯，朱利布斯，吐出去啦。朱利布斯喷的水啊，或者你。那这个是不是那个每次在做仪式的时候，那个头目用嘴巴喷那个酒，是这个意思吗？对，还不深，独立不深，就是那个治病的时候喝酒啊，他就含在嘴巴里边，然后用嘴巴去喷啊，这样。还独立不是，独立不是，也是，凯明老师，这个也是算是我要个在饮食的动作吗？有，就是吃的太进去了可能它含在嘴里又吐出去，应该也算了，虽然没有吞下去，也算了。哎，独立不是因为太辣，或是太咸啊，或是太烫啊。对呀，太烫它会朱利布斯啊，还。来了都，谢谢美惠老师，你多了一个词汇哈。然后kapan你们到今天我们这边有一个一位老师千惠是吗？千惠老师。对这个饮食方面有哪方面这个动作kita kapan mengaiba ini how 马苏man 马苏尔 masih 哎 masih 对啊 masih 是咽怎么讲就是咽不下啊，一半而已，不是。小白老师，你讲的吗？是这个吗？苏恩这个字吗？我刚才讲什么啊？我忘记了。masih 噎到了，噎到了，吃东西吃到噎到这样啊？卡在喉咙里边了。对了，对不对？那还是很多的哈。马歇还有什么？然后这个字在门路，不用咬，跟爸爸那门路安，就是直接吞下去那个动作。这不是有门路
门肉好对像有了呢，正有了。门路有了吗？好像有，看一下能头啊，这里啦，有啊，有了，第4个，哦，有了。吞咽嘛。吞咽。每位老师，这个米门肉就是说牙齿都没有咬就直接吞下去的意思吗？如果吞药的话，就怕苦就不要咬那种啊，那种动作门路。所以门肉是专门是指那个你连牙齿都没有咬就直接吞的意思，是不是？对，就没有错只吞的，吞药啊，像比较软的东西就直接吞了，没肉按。毛热，毛热，吐已经吃到很饱了哦，好像是胃食道逆流啊。那个观众老师，哎，这边可能要分别一下哈。毛热是一表小那个婴孩啊吐奶，毛热。然后如果是我们吃到很饱，然后吐毛大，毛大或毛大，毛大，我跟你讲，应该毛热是讲的是小孩子，婴孩。在这里，据我的理解，吐奶哦。你的意思说小孩子吐奶？no perang，马乌列，那个 P 不要 ，P 不要啊，马乌列，怎么拼？有没有喉舌音？前面那个喉舌音看看，你把喉舌音在后面 ORI 吗？列，嘿，后面那要加一个喉舌音，哦，对前面那个喉舌音不要，好，毛列，哦，有了。你看婴儿溢奶有没有？这边指的是婴儿溢奶，吐奶的意思哈。它这个有分别的，无论是婴孩，然后是毛大，就这东西吐出来了，吐血啊，胃食道逆流了。胃食道逆流也是可以的。对。Maritengah itu soal urek kira Maritengah不对，urek 是指的是婴孩不大，呕吐。所以那个呕吐跟吐奶是不一样的概念嘛？不一样。吐奶是婴孩的，我们那个喝酒喝太多拿去催吐的，就是马武大嘛。对，没有错。好，王忠老师，你这边很多资讯哦，刚今天讲出来。还有美惠老师。今天已经30多个了哈，37、8个了哈，所以还是很多的哈。Harapan yang minta, harap tengah itu itu kya, pakai itu di palu ay demak, pakai itu pakai itu sapi mi pacai 洗的弄ay, aku pakai harap tengah 都可以提出来。那你多有ayaw ay hana ko kusol hao。那接着还有吗？away hao ye sa harap tengah ho sa. Dala.
39个，我39个，把等个三代来把不了，等个三是把不了，一来后这个个。Maukauk. Mauka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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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ka Ukauk. Maukauk. 就一直吐啊。Ukauk. 有吗？你好像查不到呢。Ukauk. 就因为那个什么东西哦，在喉咙里边啊，就一直咳啦，一直给它吐出来，这样五根这样。Ukauk， 我不知道怎么拼啊，我只会念。OK。哦，Ukauk 这样。哎，Ukauk。没有喉塞音。OK，对。前面那个喉塞音不要。Ukauk。最前面那个。Ukauk。好像没有呢。我还好。就是连续吐哦，一直咳，这样给它吐出来。五根这样，我答案不是哦，五根你就可以强迫自己给它咳出来，把那个鱼骨头啊，鱼骨头给它咳出来，还五根。哎，五根在给我们打谁给没？哎。哎呀，给它吐出来，这样咳出来。有催吐的意思吗？啊？有催吐的意思吗？冲吐。催吐就是说逼自己。有哦。然后咳出来就对了，就给它吐出来，咳出来这样，跟催吐，还对了。Ukauk。然后，那些他那来，这不barat tengah，soal hani mahal ye，所以那这个都Ukauk misalnya kamu meli tengah ayo。然后那就Ukauk呢。哎，他一直mau koi kurawatu umano kunikana nira maye ko takulau maye no footing marichikai。哎，呀，个催吐了，应该是。哎，seperti pulau tahu，是吧？nanti hayat itu kena suara。然后好了，真是这样了。就是OK，这是三一的智囊团。三一协会的智囊团。OK，还有什么呢？李慧老师，给他好个没说。Ada tu ketemu tidak usah aku. Ini cakap malam tengah Guangzhou orang sekira sah. Awak kapan ansur sah aku? 哪里有？好说了。
以前常听到的，就自己遇到的都有啊，只是后来就没有讲哦，我到啊来都，都，好，那么还会，继续加一个单词的哈。Pagkapalo to ito sarikaka 我不弄弄信息还会 pagkapalo to ito 包括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词汇pagkapalo to ay pator hanto ko hao sa kalima o pagkene o mata lemak mata mulut 住 lemak mata ali hai hao pagkara to meri hawe ko yes 母了住，瞪眼睛啊，母了住，这个吗？哎，眼睛凸出来，对呀、还有母了住啊，眼睛凸出来，眼睛肿肿的，母了住的那小朋友老师，我问你，我们可以讲咪母了住吗？可以用咪吗？咪母了住可以这样讲吗？也可以。生气的时候，那个眼睛哦会瞪得很大。哦，就瞪人的意思是不是？母上来的话呢？哦，瞪的意思对不对？哎呀，瞪眼睛啊，很生气啊，那个表情啊，看起来很恐怖啊。母猪是吧？就打开线那个罗马丹尼啦。哎，meri，阿力克老师有一个字。好，阿力，merujuk那个，忘过了。瞪眼睛啊，长不了住眼睛的我们的叫巴木德，巴木德，巴木或者是巴木邓，巴木德是就直视的看那个对方，巴木德上面的那，对，有的意思是说瞪，有时候是瞪的，瞪的意思。巴豆是眼睛肿起来，就好比我们前一天晚上吃很多，就是吃。Mata kemana kita kusirau kami nananum setiap dia mata mata， 所以那个眼皮会肿起来。ما في السوق ما حنجح ما فوتوس 我们的叫巴豆，就是眼皮肿起来，因为前一天晚上吃太咸的东西，灌水，第二天那个水那个眼皮肿起来。巴豆。阿力克老师，你看一下那个画面，你讲的是不是这个巴木德？对，瞪人。哦，对，还有巴木正，对，巴木正。这个都是哈。都是有的叫巴木德，巴木正，巴木正是一样的。瞪人。好，我讲一个哈，福德，那个马里克老师，你的声音好像音量变小了。福德，FOTEK，福德，闭眼是不是？对，没有说闭眼。Kepit 啊福德跟那个 kepit 一样吗？好，你查看看有没有？你福德，小白老师，你再念一遍，你的是
个 bit。哦，有啊，同义词这边有。对对对，个 bit。个 bit 哦，对。个 bit。那边讲你们那边讲个 bit 的。对啊。16。Masih mata yang 斜视眼啊，16斜眼呐，斜眼，16。老师，你如果完整的话，你会讲米西六吗？会这样讲吗？对，会啊，有一点米西六，没有是米西六吧？那怎么会是动词？那应该是状态吧？马西六。马吼。对。没有，马西六就是意思就是他的眼睛本来就是已经就是斜视的。对，好像马西六感觉是他本来就是，就是斜的。米西六是故意的，是不是？米西六就是斜眼。鄙视对方啦。米西六鄙视对方。鄙视对方啦。我知道。马西六。看不起对方就对了。米西六嘛，但你的大官，他看不起我啊。小白两个小白老师，我请示一下哈。那个我们翻白眼怎么讲去了呢？那个mana lele ya kematan nira sana 生病的时候发高烧发到最后，那个小孩子的眼睛会翻白眼啊。翻白眼，那个叫mana kita bangsa kisah. Kira kira suatu bulan. 有。忘记了呢。pasti yang untuk mata nira在。他有他的那个说法了。叫那个说法没关系，我们慢慢用其他的老师啊，我们不很难的。就这个美惠老师有给一个叫做巴马大的意思，是不是就是翻白眼？对，对，是翻白眼。就是美惠老师讲的那个巴马大是有一点。那个是语文那边台东是说瞪眼呐，巴马大是使眼色。哦，给人家眼色。翻白眼。对。哦。不一定是瞪人家，是给人家一个眼色，叫他说：“哎，注意一下那种意思吗？”对。对，没有错。一点他是讲到阿力克刚刚有讲一个字叫做“巴豆”，巴豆是眼睛红肿的意思吗？就是哭很久啊，眼睛嘛巴豆。巴豆。眼睛肿肿了，哭很久了，眼睛都哭肿了，这样。哟，这后面打起来啥？那听过karingking kuku。mana？巴马大使眼色。对啊，也是啊。好像最简单的大家都不讲哦，咪嫩嫩啊。对，咪嫩嫩是看嘛，眼看小白老师，你上次讲那个你们年龄阶级不是有这样一个米希宁奈？
H 偷窥了。HIN宁，HII 这样。偷窥，偷看，咪希宁。不过到后来修正之后啊，我们在年龄阶级这边就有学习，在学习怎么当那个吉布带的那个米古木带的动作，是学习者，偷窥了，没念，从窗户那边偷看那个女生洗澡的也是没念啊。黑粒，那个黑粒，我们也叫年。等一下写写看。黑粒，还没老师你给他打出来黑粒 ，HIP。好。黑粒，黑宁，黑粒。再讲一次 ，HIP 什么？黑粒 HID 哦，黑粒哦，黑粒 HIDIP 对， hip 这样 hip，好像没有这个字呢。hip 是有一点是偷看的意思。可能是地方语言呐，hawk 咪 hawk 也是偷看、偷窥。从刚刚小白老师讲的，从那个窗户那边讲偷看 hawk 咪 HOL 吗？好像叫 hawk 是准备去抓人呐，在那边。OK hawk HOK。哦。埋伏啊，没有 hawk。所以从窗户偷看是用米 hawk 是不是？我们的是米，就米黑令还是米黑粒？我们是讲米黑粒。米 hawk 就是准备要抓猎物的时候，就在那边躲起来。观察猎物的时候，观察猎物。对，我们的说法是这样啦。米 hawk。那个夹动物的有没有夹到东西？这样就一直在那边防守啊，埋伏啊。我们那边讲 hawk 单 hawk 就是类似用喇叭，但是没有喇叭了，当时的没有喇叭，但是用手这样子hawk 更好是要大声的叫，大声的叫，大声的宣达 hawk。我问喊娘，那个我问大家人讲我谁啊？喂，对。然后，凯丽老师，刚刚你没有写到那个黑粒找不到。对，找不到呢。找不到没关系，你也加在后面了，它是一样的。这个是老师，你讲一下怎么拼 ？hip， 是不是？可是我找到了这个文呢 ，hip 米 hip。对，那个弄那个空气啊。这个应该是鼻子的动作，是不是鼻子的动作？对，应该。我们的 hip 大部分都是那个煮菜的时候啊，那个蒸汽啊，
啊，上来的时候，那个老人家用那个手掌哦，这样拍一拍，闻那个味道呢。对啊，所以它是嗅觉的部分嘛。所以马里克老师，你们那边怎么翻这个字？ Happy Ben， Hanaken Happy Ben Hanaken， 还有叫什么？Happy， 对啊，那是煮东西的时候闻味道啊，香不香啊？马里盖老师麦克风没有开。对啊，马里克老师，你麦克风。哦，停止哦，可能跳出去了，对啊。可能跳针哦。老师那个 hip 就是那个吸空气啦。哦，是鼻子嘛？它跟眼睛没有关系哦。对，没有，就闻味道啊。对。那个锅子里边我香不香啊？别这样，因为以前的煮的菜都是煮汤啊，哪里有用那个炒的？哎呀，那个蒸汽出来的时候就闻一下，这样。别笨，我就是鼻子。好像对，好像是鼻子的功能呢。鼻子的功能哈。对，不是，好像跟眼睛好像找不到跟眼睛相关的。好。别笨，还有什么？高中老师，因为我们的时间哈8:07。好了，卡米有在吗？有在，我在听。好，我们先来哦。整奥，眼睛张开来啊。整奥问，整奥，对。整奥睁开眼。是不是就是刚刚睡醒的意思？啊？刚睡醒的意思哈。那也是啊。也是。还有那刚才还有那个隔壁有吗？隔壁眼睛闭起来。隔壁有了，隔壁有了吗？有了。好，还有一个。等一下，老师等我一下，太快。老师，你可以先解释一下那个他什么时候用这个字？是睡醒了，平常张开眼睛也是用这个字吗？大部分的话，去看病人哦，他都会眼睛闭起来嘛。Jangan menukar mata， 这样，把眼睛张开来。OK。隔壁灯都叫小孩子睡觉哦，把眼睛闭起来哦，这样。隔壁灯。隔壁有了。隔壁有了哈。还有一个。挤乳沙，流眼泪。哦。乳沙。挤乳沙。流泪。观众老师。还有吗？还有不辣，不辣mata，眼睛已经有那个眼屎了，这样。马赛克的技术都在说了，先被你讲完了。好，再继续。还有巴莫德，好像刚才那个瞪眼睛呢。老师，等一下，你讲的那个不大是不是有眼疾的意思？对啊。眼石。眼睛里边不是有白白的，
不辣。他这边说有眼睛有病或患沙眼，也是这个意思哦。对，没错。那不辣是有一点沙眼的意思。所以有眼屎也是用这个字吗？对，因为我们小时候那个都会冬天的晚上都会烤火嘛，第二天的时候那个眼睛张不开来，就是因为那个不辣很多啊。张不开啊嘛不辣，会把那个眼皮粘住啊。哎呀，会粘起来，看不到路了。好了吗？有了。还有一个巴么德，也是瞪眼睛，有了吗？瞪的，我看一下。瞪有巴姆德有。巴么，我们的是巴么德有了。巴么德萨古拉娃娃这样，哇，很像很生气哦，这样。好，把机会给另外的来谈来讲哈。信燕老师，来，你要干嘛呢？说。眼睛的这个动作有没有？马比列，眯眼，马西六嘛，马比列。你拼一下，给凯明老师。P 哈。BIRIT。Believe。这样拼的没错哈。RIT。T 哦。有，眯眼哦。对，看不到啊，就眯眼看。Believe。还有呢？还有吗？马格涅。马里克老师，你刚刚念什么？本涅。本哦。K。涅。AE。少一只眼睛啊，马格涅。他的眼睛坏掉了。跟涅。个涅。NI。涅这样哦。没有 T 哦。活舌音 NIT， 没有那个 T。涅，那个活舌音在 I 的后面。好，我知道了，好。独眼龙啊。所以你叫人家嘎嘎涅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独眼龙啊。应该是我的年龄阶层有一个叫嘎嘎涅。我这么多年，我终于知道什么意思了。所以他这个如果是米根涅是眨眼的意思吗？对，没有错，眨眼的意思。米根涅是眨眼的意思。你还有一个哈。乌兹吉。不是乌兹嘎啊。乌兹吉。FOCEKIT。KIT。睁眼哦，长睁眼的意思哦。对，乌兹吉。哎呀，没有错。
要加鸡吗？鸡不不用是好了，我只 get 那就好了就。可以了哈。嗯，它这个好像是针眼，是不是？对那这个鸡才是对长针眼哦。嗯，对呀、没有错，生病了，那个眼睛生病眼睛生病了。了。嗯，夫子干和夫妻，夫子干嘛，把眼睛撑开来，这样用手给它弄开呀、要点那个眼药那个叫水胡。子干，那个叫胡子干。夫子干，嗯，对吗？胡子干，干，胡里干也是可以啊，胡里干，胡里干啊。福利干也是。用手啊，把他的眼睛哦睁开来，这样翻开了，把那个眼皮翻开了，胡里干。福利干。RIATR。哦，福利哦。胡里干。RI， 对。哦，翻白眼哦，瞪眼哦。胡里干啊，对对，我现在想的就是个翻白眼，胡里干，翻白眼。福利干，把那个眼球前面的那个皮呀、眼球翻开来。放开来呀、哦，那个有没有？但是它是翻白眼的意思了。也是翻白眼的意思哈。嗯，但是如果是因为爱玩嘛，把那个眼皮翻开来，福利干灯这样，福利嘎灯。就是有时候那个小朋友小时候把那个眼皮往上翻，就是这个动作。对哦对，那个叫福利干的。对。夫妻啦，吉拉，还有一个，是福利干，就是用2只手把那个眼皮啊给它撑开来，点眼药水呀、福利干。有啊，上一个就是啊，吉福利干。不就是这个吗？不是哦。是这个字吗，老师？福利干，福利干，对，夫妻干，鸡哦。夫妻干，福利干，一样嘛一样。对啊，应该老师你讲的是刚刚那个字没错啊。你福利干翻白眼嘛。对。干，或者是睁开眼睛的。还有很多。福利干还有什么？如果抛媚眼怎么讲啊？巴马达。巴马达哦。抛媚眼是巴马达。女生对男生抛媚眼是巴马达。我想想看一下，有这个有这个词汇啊。使眼色不是巴马达吗？抛媚眼也是哦。我好像回头啊怎么抹啊？回眸一笑那个。呀。怎么讲？怎么讲起来？想不起来呢。大娃萨那个娃娃，那个啦，哎呀，不是有那首歌吗？阿家婆安安的娃娃，
Bali Zai Hanaku， 对，没声气。Bali Zai Hanaku Tawasa Kyawawa Muka ulahan nomaku Ria 有那个词汇呢，一时想不起来。哎，你看看有没有吃力，没吃力嘛？一下想到再讲。眼睛是力，眼马大。还有什么？我想一下。福利感，鲁萨眼泪嘛。对对，有了。一路上，不大是那个眼石嘛。哎，还有什么？很刺眼，很刺眼，怎么讲？很刺眼。马正。哦，有啊，这边有。马正。马正，我知道了。马正。对。马夫拉有吗？还没。白内障哦。白内障。哎，白内障。哦，有。谢谢那个 Alex 老师。Mafurat. Di tengah itu mafurat itu mata. 等一下，我们先写一下那个马里克老师是正是那个刺眼的意思，是不是？对，刺眼的意思。好，那阿力克老师刚讲的那个是什么？马furat。你先用那个FO，然后沙啊，是不是？不是 DAD furat DAD B 弗拉是眼睛，不是 L， 傻瓜。furat D 哈。对 DAD。哦，白内障哦。DAD。白内障。还有什么？不好，瞎眼，瞎子。哦，对。不好。马不好，对不对？看不到嘛。不好啦，这就是不好。有米不好是弄瞎别人哦。对，就是弄瞎别人。不好是眼。马不好是瞎眼的、失明的意思嘛？对，没有错。那个，请问一下，那个比例有算吗？比例，单眼皮那个不算吗？哦，也是算了，单眼皮算了。比例，马比例古马达尼卡照。有，前面有一个 bilit， 就是那个眯眯眼哦，眯着小眼，所以它也是单眼皮的意思，是不是？也是单眼皮的意思。我们讲说是单眼皮啊，这个眯眯眼我就不知道，眯眯眼应该是马 bilit 眯眯眼。bilit itu mata。阿力克，你的比例就是字根本身就是单眼皮的意思，是不是？对，比例，马比例。对啊。一条线的眼睛。眯，它这个好像是眯成一条线的感觉，所以我们也是单眼皮的意思，就对了。对。
我们那边的说法就是嘛，比例就是一条线，就单眼皮。没有错了，比例也是单眼皮。Awak kenis nu mata sana nu mata saya 没有双眼皮。Awak kenis 呀，你那个 kenis 就是双眼皮吗？阿美族人有人单眼皮吗？有啊，怎么会没有？有，也是很稀有的动物呢。嫁给那个白人就变成单眼皮了。后来啦，以前没有啦。我们老了，那个眼皮下垂也是单眼皮啊。也是。那个老师，我请问一下，那个我们讲那个什么回眸一笑的那个回眸，慢你的往这下面。抛媚眼怎么讲？抛媚眼，抛媚眼，抛媚眼哦，我好像有听过，可是以前怎么讲？mujiliu mi mujiliu kumata nuratan lau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有吗？凯明，你找一下。mujiliu 也是斜眼的意思呢。也是斜眼的意思哦。mujiliu MOCI 那个 L 不要算，用 R。L 对，56。好像没有。56没有哈。6看一下。刚刚我们是用哪个字啊16。16哦。对。所以6是抛媚眼的意思。斜眼吧。16是斜视嘛。那个台北舰啊，以前那个中人达鲁斯，他的眼睛不是那个嘛，斜眼嘛。结果有一个老师跟他讲话，他就很生气啊。那个老师，我在讲话，你都没有看我，斜视眼，斜的看他，没有看他的脸呐。我们系列。有这个字呢，有那个6可是它是那个什么车子打滑的意思呢？就是斜掉了，车子打滑斜了。6是斜是哦，车子打滑哦。对对对，所以应该就是抛媚眼的意思。车子被抛过去，车子。抛媚眼。他没有抓地力了，应该是哦，因为他没有胎纹了。所以母鸡溜是不是他老人家也是用这个意思？因为以前没有车子啊。对啊，以前哪里有车子？是啊。滑到对面那边。滑到对面，中人打路斯啊。哎呀，眼睛滑到对面就是抛媚眼啊，是这个意思吗？你有看过那个高中老师？他看不起别人好不好？高中老师刚才你唱的那个，可能刚好有那个。mana这个，有一点抛媚眼的感觉。那只能是唱啊，我们猜字啊。用微笑吗？那变成是微笑呢？是微笑不是吗？是微笑啊。对呀，我们讲的是抛媚眼。抛媚眼。抛媚眼。因为我们是用别的表情表示，不是用眼睛嘛。对，他是用嘴巴微笑，这样回眸一笑，这样。那个眼睛的话就，对，我认同刚刚凯明讲的，应该不是眼睛。
对不对？对啊，会不会不是用眼睛？以前的阿美族人可能不敢眼睛对眼睛，就被丢了，那个翻刀已经挂在门口了。马西六，马罗，马西。这个先不用嘛，吉六我们先不用嘛。先慢一点好了，因为吉六好像这样的。西六呢？西六有啊，就是那个啊。斜视眼嘛哦。对，就是有2种嘛。你西六就是瞧不起嘛，西六就是斜眼。马格涅，格涅有啦。刚刚讲到那个谁，那个阿力老师讲的巴木德，这个有点强调的专注的意思。巴木德，瞪，也是瞪啊，瞪眼睛，很生气了，巴木德这样，哦，瞪眼看是不是？注视。我看前面有没有？有啊，这边有啊。有，巴木德。巴木德啊，瞪。巴木德还是巴木德，应该两种都可以吧？都可以。对，它那个母音，对母音，就像我们讲的 ，figure、figure、bagger 都是母音，应该是巴木德都可以。都可以。它还有一个的巴木泽，巴木泽也是啊。这个也是哈。巴木泽这里专注的意思了嘛？它跟那个巴木德一样的意思。一样的意思，有了好哟，还有哦。有没有阿美族有没有讲深情的看人？有这种说法吗？深情看人，带着爱的眼神那个。爱意啊，带着爱意的，你就含情脉脉的意思啦。对，含情脉脉有这种。含情脉脉。含情脉脉。Mana sana gura noamistera， 含情脉脉。有了，应该有了。顶多看到的就贴到对方的胸口嘛，尽在无言中，这样那个感觉很舒服啊，那时候就是含情脉脉咯，乌拉马达。所以那个没有特别有一个词汇这样讲嘛？没有啦，因为那个那个字的那个秀姑了阿美的马巴基，这怎么念？巴基尼，巴基纽，有这个。我没有听过呢，巴基纽。还有瞧不起别人，嘎猪怒有这个话吗？没有呢。巴猪怒。闭眼睛还有嘎这格涅有了，刚刚有格涅阿里克阿美有有这个话吗？有啊，我们是针对有时候骂人的说妈个这样子。
就不屑你这个人，然后我们就不屑他这个人的那个讲话方式，我们就会用这句话说妈个车这样子。就是他是闭上眼睛的意思哦。对，马个车，马个捏。哎，那个眨眼怎么讲？阿弥斯，那个眼睛不是一闭眨一眼哦，是不是这样？什么哩么哩，怎么哩么哩，什么哩么哩？还是啥个这个字？在古罗马什么哩么哩？什么哩么哩？在古罗马达，这样眨呀，什么哩么哩？你是不是？什么哩么哩？什么哩么哩？么哩是翻来翻去。叫你们好好跟老人家对话，你看。有真的有翻来翻去的意思呢。对呀，对呀，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睛眨呀眨，什么哩么哩？眨呀眨也是这样讲啊，也是这样讲啊。哦，是啊，什么哩么哩？应该是哦，那个应该是翻那个眼睛那个什么眨来眨去，应该有这个意思哦。对，什么哩么哩？什么哩么哩？眼睛眨呀眨，到底我也不知道哎。眼睛呢？要加一个。这个可以吗？你们看一下那个，可以用这个字吗？咪沙么哩么哩这个字可以吗？可以。一直眨眼睛的意思。有没有阿力克有这个意思吗？什么东西？这个你看荧幕上面这个字。荧幕。对呀，就是这个啊，什么哩么哩啊，是什么意思？翻来翻去。东西翻来翻去呀。所以这个什么哩么哩可以用在眨呀眨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啊。可是我听老人家都讲说什么哩么哩。就是瞬间嘛，对不对？那个眼睛眨呀眨了，他们就会讲说什么哩么哩，什么哩么哒，所以是什么哩么哩，么哩有吗？门尼。等一下，眨眼睛的眨怎么是注音怎么念呢？是眨眼睛还是眨眼睛？木字旁。眨。哦，三声的，我们原住民都念不对，眨眼睛三声的，是这个意思吗？对。你再查一个字，刚刚那个阿力老师讲的，么哩。哪个字？哪个字？一样。什么哩么哩？什么哩么哩？么哩 ni 后面都是 ni 么哩。哦，有没有喉塞音？那个么 me 么哩。有这个。什么哩么哩？么哩好像是自言自语呢。什么哩么哩？哦，后面加一个 k。K 哦。对。是吗？加一个 K 看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哩？是哦。那个 big 的最直接。好像没有呢，有 K 的只有么哩，就是没有 K 呢。没有 K 哦，什么哩么哩哦，是什么哩么哩哦？什么哩么哩？字语啊。什么哩么哩？什么哩么哩啥？老师，我刚刚有就是问一下老人家，他说有叫做马尔么子么子，有这个了吗？还没有。就是眨眨眼，马尔么子么子。
哇，好长哦。马人么的，马人们，再念一遍。马人们怎么？对，对，类似像这样，就是他的眼睛就是好像就是一直眨一直眨，没有速度的那个翻眼的速度快，眨眼速度快。马人们怎么？然后另外刚刚有听到你们讲瞪眼啊，我们有一个叫做把麻大，把麻大也算吗？有，大有直眼色、瞪眼有。把麻大这样。还有牡蛎照，牡蛎照有了吗？还没有。等一下，再一次，刚刚那个我拼不出来，马人们怎么哦。小白老师，这个你没有听过吗？马人们怎么？很像，很像。马人，就是好像要掉眼泪一样了。对，他会扎到快要掉眼泪的。马人们怎么这个马达那娃娃？Satu kan? Atau sapi tangi jatuh. Malam. 会不会是啊？那个凯明老师，我跟你讲哈，LEMEC，LEMEC，然后 LEMEC 对，然后 MEC， 后面再一个 MEC。哦，两个就对了。对，这样，对吗？伊利老师，应该是对啊，这样念是对的，对。马人们怎么？哎，才少一个一。哇，查到他都烫掉了。马人们怎么？这样子哈。马人们那个MALEM 然后那个 C 后面还有一个字，不是吗？还有一个 C， 是不是啊？马人们怎么？那个 CE 那个 CE 那个 E 不要。哦，我知道了 ，MC 两个哦，这样。对。马人们怎么这样？对，这什么意思？眨眼。眨眼哦。眨眼。你把它放在这边。眨眼速度快的那个意思。眨眼速快速，眨眼快速眨眼。哦，快速的。哦，所以这跟这个眨眼睛这个 misa meli 是一样的概念，是不是？其实还蛮像的，可是只是说语言别是不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部落他是这样说，这样。哦，应该是哦，因为感觉很像。好，马勒么，怎么念？马勒，不对，老师。马勒怎么？对，凯明，你这样拼是对啊。马勒么怎么？对了，那这样写对了。马勒么怎么？鸡后面还要再加一个一吗？不用哦。不用了。没有哎，后面没有一了。OK， 那这样子好，没关系，把它保留起来。好。凯明，还有吗？你们有写到那个 nut？ 没有。揉眼睛 ，nut。
nut nut nut， minus 多么大？对，有这个有有写到，还没，现在不还没讲。nuts 对 nuts。刚刚那个伊利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牡蛎照，牡蛎照啊，对，牡蛎照，牡蛎照 ，MORICAW，牡蛎照，这个嘛单的啦，也是瞪眼睛啊。牡蛎照 ，MOR，牡蛎照，牡蛎照，对。好像没有了。这里讲的意思是什么啊？比利老师？瞪眼啊，啥牡蛎照是干嘛的？这样。哦，瞪眼是瞪眼，牡蛎照。哦。伊利老师是木对不对？木。对，是牡蛎照，是木。牡蛎照哈 ，MORI 啊。RI 哈，好。瞪眼嘛。我这边。就是没有人讲那个哈，含情脉脉的。没有人讲。来问一下老人家含情脉脉。伊利老师，你旁边有老人家，你问等个人旁边啊，槟榔。打槟榔给他问你等来。对啊，来问一下。你来做这个不？我们要怎么解释呢？那个老人家说：“我们打过含情脉脉，就是含情脉脉还是含情脉脉？有含情脉脉，有脉脉。Tentunya matu asa kita mana tuh? Ya kakanan 脉脉。哇，卡米拉。哎，有爱的眼神呢。你 IQ。什么 IQ？然后 KIW，IQ 就是有一点含情脉脉的那个意思了，眼睛。IQ， 老师你拼一下。IKIW。有呢，可是没有这个字。IQ。日语有一点日语啊，对，是日语的了 ，IQ。IQ 是有点抛媚眼的意思了 ，IQ。所以老师这个字你们那边有哦 ，IQ。有，有。好。IKIW 了。所以抛媚眼要加咪吗？咪 IQ 这样子。对。咪 IQ。海 Q 哦。海 Q 吗？还是 IQ？ 海 Q 吗？没有 IKIW。IQ。咪 IQ。IQ 好像是中文的眼球的概念，是不是？不知道呢。凯明，你那是 I 吧？那是英文吧？是 AY 吧 ？IQ 是吗？IQ 会不会是？你打的是英文吗？那个，马里该说应该是日文的 IKIW。那不就你那边是写 EQ？ 哦，对哈 ，IQ 应该是 AY 哦，对。AI AY 哈，有一个 HiQ 呢，HiQ 是就地形的。
对呀，旧去的东西，你的海丢。对，在教堂那边，在教堂。哎呀，对，所以是发衣服呢。IQ，你 IQ 哈，可以哈。都没。哎，生气的看有没有怒视，怒视。巴马达就是一样啊。哦，巴马达就是怒视哦。对啊。一样跟那个刚才的那几个，摸了住萨古马达这样，摸了住也是瞪大眼睛啊。哦，所以巴马达也是有好也有坏，是不是？就是要看他怎么用，是不是？对对对。大部分巴马达的，我生了。对，我也是在准备讲我生了皱眉头。我生了皱眉。可是跟眼睛有关系吗？它这不是眉毛吗？我生了。有关。我什么不有病？眼睛的方面的亲戚啦，有关系。我生了 GET。哦 T 哦。对。哦，有。装鬼脸呐，不是吗？皱眉头。哦，他这里是讲。对，跟眼睛有了很接近了，在隔壁可以了。在隔壁是算了，也是算眼睛的一种。整个差不多啊，他很生气了，这样。我说还有什么？不过kamu，那你有时候tutupi hati ni。有没有那个什么泪眼什么那种说，就是那个眼睛含着泪光那种说法？Senai，在古罗萨。哎，对耶，那个什么小巴老师，我这个查不到，是那萨都，这个，所以它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掉下来啊，那个眼珠啊，眼泪掉啊，它那个是缓缓的流下来，我们的叫什么？有一点像那个slide，应该叫 slide 啦，叫 slide 啦。后来大家唱slide 了，应该是 slide。我有去尝试找不到这个词，所以他是不是本来应该是另外一个字，唱歌变另外一个字？对。我跟你讲，那个凯明老师，那个 slide 哈，老人都在讲，为了要让很累的身体哈 ，slide 是你 slide 都松。放松有这边有呢，是这个字的意思哦，知道吗？你 slide 是放松的意思哦。所以呢，他那个 slide 是对的了 ，slide 因为那个眼泪呢，很像那个口水一样，会有黏液。slide 这个么关于你什么多了呢？我的见解是这样的，一直掉下来就对了。我只有听过老人家说，那个金鱼啊会掉牛啦，牛要被杀的时候流眼泪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 snai 这个意思。可能是这样子哈。我听过老人家在杀牛的时候说：“啊，干嘛呆了？”讲他不是说